不行，为了你的安全。迫不及待要跳到水里消暑，小男孩不断被叮咛。因为这个游泳池是圆圈的、你游到那边我看不到你啊，知道吗？监视器拍摄视觉死角才能安心，民宿要像在家一般安全自在。我们在去那个苗栗旅行的时候，住过那种客家的民宿，就很喜欢。那我就是去关心每一个客人，而且是关心到你会觉得他是就像家人一样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就把他融入到我们的 service 里面去。民客超充朋友哦，客人就像朋友，民客超充朋友，愛本地的好東西，要給他們好東西。对。还有美景和趣味。客人在环绕着建筑物的泳池飘飘河旁惬意地吃早餐。依着主人的想象，这里就是人鱼的家。像水漩涡般的螺旋建筑是Will徐兆贵的创意。打开船舱大门，绘本般的布置充满海洋元素。选在潮间带旁，澄澈蓝天之下，仿佛被大海包围。这边是我们这个区域就是最大的潮间带，而且它是很安全的。它就算涨满潮的时候，它也不是水深不多到腰而已。墙上镶嵌的石砖浸泡过海水，散发自然韵味。走在回廊，凉风来袭，暑意全消。盖了3间民宿的 Will 营造梦幻的同时，也思考自然。那我们今天做的绿建筑，其实是用房子本身的设计来让它变成一个会呼吸的房子。比方说，我们中间有一个梁柱，那我们有开了一些透气孔，会把热散到这个走廊上，那风会把这个热能带走，所以其实房间里面完全不会有热气。唯一不消退的是人的热情，就像在客家庄感受到的好客之道，无论在山林或在海边，都会让房子有不一样的生命力。上课喽！民客超充朋友，愛本地調好同事。民客超充朋友，愛本地調好同事。谢谢宗仪老师。